咱今日好啊，就真荣幸邀请到林典佑医生来甲咱讲脑中风啦。其实林医生是我的大学做伙实习的同学，足熟的。后来嘛是看着因两个囡仔拢讲台语所以我看着安尼才会嘛家己决定，我嘛爱甲我的囡仔讲台语所以是行伫我头前的。咱就请因开始。好好，大家我大家好，我是新台病院神经科林典佑医师，多谢邢家的邀请啦吼，我甲邢家是安怎熟悉我要安怎搭伫咧台语这个家庭我今仔甲大家介绍脑中风煞，再来甲大家做一个介绍讨论啦吼。我目前伫新台服务，本身嘛是台南市消防局的脑中风的医疗指导顾问啦吼，负责的就是大部分都伫咧病院到病院进前比如讲伫路的发生中风伫厝发生中风有一寡急救是我伫厝的，也是路的做处理的时阵，我甲迄消防员要先做初步的处理啦吼。首先头一个部分，我先甲大家介绍，啥物叫做脑中风啦吼。脑中风，对阮神经科医生来讲吼，其实是脑部的血经有局部的塌掉的，还是讲出血。出血一般来讲，民众较容易接受，较容易用台语听有的是叫做白血经啊。你讲白血经，大部分阿公阿嬷都听有啦吼，塌掉的吼，嘛是大部分阿公阿嬷较容易听有啦吼。造成即条血经供应即脑细胞受伤甚至死亡吼，个是称作脑中风。因为伊的定义伫个，一般来讲，阮脑强调忽然间发生的神经症头。伊是忽然间讲比如讲，你的镜头已经1档2档以上的，一般来讲，阮袂怀疑脑中风。顶一秒钟过好好，后一秒钟忽然间正脚照手袂叮当，即个忽然间发生的神经镜头，而且即个镜头有维持24小时以上，阮一般来讲才会怀疑伊产生脑中风。脑中风基本上对长期的医疗，还是对家庭的即个负担，拢有足大影响吼，所以必须要去重视即个主题啦吼。脑中风的种类一般来讲有分做2种，头一种上常看到的就是讲塌掉的吼，塌掉的脑中风。塌掉的脑中风根据伊的原因，佫会当分做3种。头一项是阮大条的血经硬化造成的吼，即个环境所引起的。过来有人塌细条血经，叫小血经的即个环境啦吼。有的人是因为心脏产生一寡血栓拍去脑部啦吼。这个叫心脏血栓的这个环境然后引起这种塌掉的脑中风。第二种出体脑中风，阮讲白血经，民众较好了解这个意思啦吼。这种白血经的中风，大部分拢甲高血压有关系。天气较寒啦，血压较悬啦，较疲劳啦，压力较大啦，阮的情绪较激动的时阵，佮啉酒，这较容易引起白血经的中风。这种白血经的中风，一急性期吼，大部分人拢会足严重的头壳痛、头壳晕、会吐、血压会悬，危险性较悬。若讲出血量较大的话，为着避免这个脑压症悬有的医生会考虑开刀，把这血管摕出来来治疗这种白血经的脑中风。中风甲台湾的这个人口的死亡率有足大的关系。平均来讲，伫台湾每18分钟，全台湾头到台湾尾，来有一个人发生这个中风，不管是塌掉的还是白血经的中风。中风对阮的社会到底有啥物影响中风其实伊大部分来讲有1/3的人发生中风，一世人残障需要人照顾，不管是食物件啦、洗身躯啦、洗喙、洗面、穿衫啦，甚至大小便都需要人家照顾。有1/3的是中等程度的残废生活一部分需要靠人照顾。可能食物件佫有法度家己食，但是要刷叮当、要行叮当、要出门，佫需要别人来斗相共。敢若有1/3会造成轻度的即个残障啦轻度的残障，大家照顾家己可以，但是要转去生活要转去咧日常生活咧做工课嘛，会受到一部分的影响啦所以中风对阮的社会影响其实是介大啦根据阮的行政院的这卫生所的这个统计啦阮的台湾上大死因头一名依然是阮的这个恶性的这个肿瘤啦阮讲排名恶性的这个癌症。第2名其实就是阮的脑中风，甲阮的这个心脏血管的这个病症其实占第2名甲第3名。所以脑中风对个人来讲这残障的负担足大的，对家庭甲社会嘛是一个足大的负担啦脑中风的原因伊出血脑中风来讲平均来讲占所有的中风的患者有30%，大部分都是高血压所引起的。这个脑出血最主要是因为血管割破了后，伫阮脑部
就是阮脑部的压力去对着阮脑部的细胞吼，就是脑细胞的异常，所以有这个神经的镜头会出现。还有一种脑出血叫做所谓低度膜下骹的出血吼，低度膜下骹出血虽然袂对着脑吼，较少看到脑部实际的变化，但是因为这种低度膜下骹的出血吼，这基本上会造成脑压侵足悬的，嘛是一个足危险的这个病症吼。脑出血伫阮的电脑断层其实较好初步判断的吼，大部分脑中风的患者送来急诊，阮就会随请急诊医师帮伊安排一个脑部的电脑断层。伫电脑断层，阮就会看到安尼片仔吼，白白这是骨头，啊中噗噗的这是阮的脑吼，脑个看较乌的这是阮脑水咧行的所在吼。阮有当看到噗噗的脑内底有白色一丸物件吼，毋管是 A 这个图、B 这个图、C 这个图啊、D 这个图，基本上恁会看到白白一丸物件，迄个是阮的血角积伫阮脑部。对着阮的脑细胞吼，这叫做出血的脑中风，可看到白色的血角。另外一种70%是属于塌掉的脑中风，塌掉的脑中风分两种啦，吼，一种是讲阮讲血栓啊啦吼，栓塞型叫做血栓啊，血栓啊最主要是心脏，还是讲阮的血筋有产生一寡血栓啊，会引起阮的这个血栓啊对着阮的血流进入阮的脑循环，可塌掉阮脑部血筋。大部分血栓啊产生的这个源头都跟心脏有关系，所以有一寡心脏黑白跳啊，容易产生血栓啊，这个好处理心脏的问题。第二种原因毋是血栓啊产生，是因为阮的血筋变得较矮、较细条吼。大部分是因为血筋硬化所造成的。当然，血筋硬化阮阁会分较大条的吼，大条血筋硬化还是细条血筋硬化。吼啊，无共款的血筋硬化的程度，无共款塌掉的范围阁无共款，因此镜头阁会有足大的差别啦吼。塌掉的这种中风，伫阮电脑断层较无像阮白血筋遐容易看会到。一般来讲，伫迄中风的初期，伫脑部电脑断层塌掉的血筋，阮敢若会当感觉到伫脑细胞噗噗的脑细胞内底，会看到我这种红色圆圈仔牵起来这个范围，看来敢若较乌一点啊，较乌一点啊吼。正手边这个图你会看到，阮这细红的圆圈仔中有一寡，大较乌一点啊吼，这较乌的所在，就是阮怀疑塌掉的脑中风的所在。所以咧判断是小可需要一寡经验啦吼，需要一寡经验。脑中风的这个神经的镜头，一般来讲，阮都讲忽然间发生，啊有啥物款的镜头，包括骹手面咧一边无力，吼，身躯会麻，感觉会无共款，会有反常，吼，阮的视线会感觉模糊，视线会看物件会有欠一地吼，啊甚至看物件相影，行路会袂稳，吞物件会困难，啊有人会讲话能力较歹，讲话安尼嘀嘀嘟嘟吼，讲话嘎吱嘎吱，哦，甚至听无人咧讲啥物，阮的理解能力变得较无好，这拢是属于中风会发生的镜头。其实进一步来讲吼，阮中风有分脑有分倒脑甲正脑，倒脑甲正脑的中风的镜头其实差足济啦吼。我譬如讲以这个图来讲的话，阮看倒手边，倒手边阮讲倒脑，倒脑中风的话，产生镜头，因为倒脑其实是管正手边，所以大部分的镜头都会伫正手边，包括正手边的视线出现问题，正手边的骹手较无力，正手边的骹手会麻的现象。但是倒脑阁有管一寡特别的功能，包括讲话。像我讲话讲会顺，哈，有法度有法度听别人咧讲啥物，这是倒脑咧管的，吼。所以若讲话忽然间讲袂出来，啊，毋知咧别人讲啥物，这可能是倒脑中风引起的镜头。啊，阁有一个算数的能力，算数学的能力，啊，忽然间袂晓算钱啊，袂晓找钱啊，找钱要找毋对，这一般来讲，我怀疑是倒脑的功能出问题。正脑有较无共款哦，正脑是管倒手边的骹手的即个气力啦吼，所以正脑中风倒手边看物件视线会出问题，倒手边骹手会无力，倒手边会麻，但是正脑佫会管其他特别的功能，包括一个管空间，所以正脑中风的人有一个足特别的现象吼，伊对倒手边的空间常常会看会到，但是会去无注意到伊，所以共款伊两边的刺激同一个时间进去入去伊的脑部内底，伊敢若会看到正手边的物件，倒手边的物件伊个会有看若无对咧吼，所以行路譬如讲共款行一个直线，伊个倒手边一直去弄着别人物件，吼，国语叫做空间忽略啦，吼，阮会看到即个问题吼，啊，佫有一个正脑中风会毋知影家己破病，这个病耻感毋知影要翻台语啊吼，不过一般来讲，阮讲伊毋知影家己破病吼，这足特别咯吼。正脑中风的人引起倒骹倒手会无力，所以像正脑中风的人，我甲伊的倒手举悬，伊倒手明明较无力咯，我会问伊讲，啊，你的倒手敢有啥无爽快？
照到中风人我甲伊讲，伊也甲讲无。医生啊，我好好，无安怎，我毋知是为虾米来病院，伊毋知影家己倒手无来即件代志，这是阮照脑管的能力吼，就一个特殊的现象。一般来讲，阮咧评估吼患者也是民众哦，伫咧到病院进前有发生中风嘛，阮会用一个美国一个叫做辛辛那提到病院进前的一个脑中风的评估表啦吼。伊评估三个部分，头一个是骹手的困难，阮会要求患者吼双手的手心向顶悬压10秒钟，然后看有一边无力，然后一边无力6回，就会怀疑中风。爱看伊面两边表情敢有相共，两边表情，比如讲表情无相共，歪一边，阮会怀疑中风。佫会请病人讲一句话，譬如讲今仔天气较好诶，无落雨啊，气温较温暖诶，听看觅伊讲话有顺无，安尼直嘟嘟家己评估伊讲话是毋是无清啊，甚至根本都无法度讲。啊，即个表吼，基本上吼，只要有一个以上诶话，72%诶机会是脑中风，那3个以上有85%诶机会发生脑中风啦吼。那中风吼，讲到中风，拄仔熟悉伊诶镜头了后，阮其实应该进一步讨论，阮要安怎预防以及啊，佫有阮诶药是要安怎用治疗较好。首先，阮来了解啥物款诶人容易发生脑中风吼。头一个上重要诶因素是年纪，年纪是走袂去诶一个上歹处理诶因素，就是阮诶中风年纪愈大，本身发生诶几率愈悬。比如以年纪65岁来讲诶话，65岁本身发生脑中风诶机会，就是55岁2倍。啊了后，每加10岁，机会增加2倍。到75岁时阵，中风诶机会就是55岁4倍。到85岁时阵，中风诶机会就是比55岁加到8倍啦吼。这我会分享家己一个经验啊，我阿公本身嘛是因为脑中风过身诶啦，伊拄好嘛是住伫婚姻啦吼。啊，迄个时阵伊80几岁时发生中风，我印象足深诶吼。迄个时阵我做住院诶医师啦吼，上来先带住院嘛吼。我阿公一世人拢正常吼，身躯足健康诶，其实无啥慢性病。啊，迄时阵阮妈吼，阮家属啊吼，甲问阮迄个当时诶主治医师，我诶老师吼。也奇怪，伊无啥慢性病，哪会发生中风？我会记个印象足深诶，迄时阵阮老师就讲一句话讲。就是年纪大、年纪大，血经用久啊，自然个有一寡硬化诶即个状况，就算无慢性病嘛会拄着安尼诶状况。所以我自此了后，我个会记个年龄是阮引起中风诶一个上大诶因素啦吼。有性别吼，男性本身发生中风诶机会，就是女性诶1.3倍，所以查甫诶先天个较吃亏啦吼。佫有一个部分就是讲厝诶家族内底若有较侪人发生中风，你本身家己发生中风诶机会嘛会较悬。佫有其他慢性病诶原因，吼，这时间诶关系，我个莫讲伤济，包括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血油悬、较大颗、食薰、暂时诶脑部欠血、欠少运动吼，这基本上拢会引起容易中风。佫有一寡较无重要诶因素，即较少看到诶，啥物红血球过多啊，食一寡减肥药这我真正毋知影讲台语，叫睾酮苯含酸血症，这无法度讲台语啦吼。啉酒食咖啡啦吼，季节诶影响啊、压力啊，这嘛有机会引起中风吼。若讲即种脱条佮欠血中风诶急性治疗吼，阮基本上处理方式，头一个首先阮会考虑互伊较悬量诶即个血小板诶即个药啊，然后阮叫做通血路，一般来讲民众你要讲互民众较容易听有诶，就是通血路诶药啊。即种通血路诶药啊，避免阮诶血筋，搁再因为即个血栓啊脱条诶，嘛会当阻止阮脱条诶范围莫互伊变大。而且因为大部分中风诶人都需要多眠床嘛吼，多眠床血流诶速度较慢，所以有一寡血经过因为多眠床容易搁减重啊吼，所以这药啊嘛会当避免身躯其他血经产生加重，搁发生再中风啦吼。阮一般阮诶医生常常用诶这中风诶药有倒几款啦吼，首选吼，首选阮常常会用诶就是头前这我用做红色诶这3种，阿司匹林大家都听过。佫有一种叫做保酸通吼，国语叫保酸通，佫有一种叫做普达定。目前这3种有各自诶好处吼，这要安怎使用，其实每一个患者诶即个选择也无啥共款，每一个人适合使用诶即个药仔诶种类嘛无啥共款。真正有这个问题，变做需要甲你诶主治医师讨论，啥物款药仔适合患者吼。
有一寡较少用的，会当考虑甲顶悬的药做伙用的，但是即摆较少用，因为效果较无好，所以其实无建议单独使用啦吼。但是你若要真正当这用，毋是袂使啦吼。即摆我实际上伫我门诊已经足少用即个药啊，包括什么利血达啦、新坦啦、吼寻能肽啊，这种属于较毋是首先阮会考虑的药啊吼。若是我头拄仔讲的，有一寡心脏的问题，吼，产生心脏的血栓啊，拍去脑部的，这个叫心脏引起的脑中风。吼，这大部分拢是心脏黑白跳，也是阮心脏膜啊有破白所引起的。这种患者每一当中风的机会较悬，吼，有5趴，吼，而且发生过中风吼，佮发生再中风的机会会凊悬到12趴。所以，这因为心脏的问题引起的这种塌掉的中风，基本上用药的选择无啥共款。阮会用一个药啊，英文叫做 warfarin 可麦丁啦吼，较古早用一款的药啊啦，来帮这种患者做治疗。啊，这种款是啥物药啊？这种就是阮常常咧讲的所谓抗凝血剂，抗凝血剂，吼，阮的血袂坚重的这种药啊，吼，抗凝血剂就是阮种可麦丁这种药啊，吼。但是即马吼，现主时的社会，差不多应该是几当进前啊，可能要15当哦，15当左右时间哦，已经有一种新的即个抗凝血的即种药啊，会当去甲阮的，会当代替阮即个头拄仔讲的迄种可麦丁的即种效果，因为即种新型的即种抗凝血的药啊吼，有几个好处，效果袂比迄瓦法林搁较无好，效果无输伊，但是副作用较少。较袂出血，较袂讲食的，譬如讲容易流血、容易乌青，而且有一个足大的好处吼，食可麦丁迄种药啊吼，常常拢要定期抽血，看阮的药物的浓度有够无。但是你若讲食这种新型的、这种抗凝血的这种药啊吼，基本上你无需要定期逐概回诊所抽血，对病人嘛好，对医生嘛好，较方便嘛，较安全吼。不过，阮头拄仔讲的都是种慢性的预防啦吼。中风其实有一个足重要的观念吼，因为一旦发生中风了后，伊的镜头就会永永远远等等需要足密切的复健才会好起来。所以有人会问讲啊，你急性期拄仔发生有法度去通血咯，通过就随好起来嘛？其实是有诶。所以中风有一个足重要部分叫做中风的急性的治疗吼，有伫急性期赶紧送来病院，法度做一寡急性的治疗。头一个，阮塌掉的血筋吼，若讲拄仔发生的时阵，阮会当考虑去通血路，叫做血栓的血栓癌去甲因我开的这种治疗啦吼。英文叫做 RTPA 啦吼，RTPA 治疗条件是，阮医生怀疑伊发生急性的欠血的中风，中风的时间点足明确的，足清楚的是伫阮发生镜头的4点半钟以内，一定要4点半钟以内吼。因为伤晚，就无法度做即种通血路的写。而且电脑断线要确定伊的中风毋是出血，出血袂当做。想啊，因为出血啊，你搁做通血路的写，毋就愈做愈歹啦吼。所以一定要确定伊袂当是出血，伫4点半钟以内会当可有做即种通血路的写。当然，佫有足侪排除条件哦。其实做即种通血路是足复杂的，有一寡排除条件，有一寡足其他的条件会当造成患者做即通血路时引起出血机会较悬啦吼。啊，这条件其实足复杂的，总共早总共有28项啦吼。一般来讲，阮的医生嘛袂特别去记啦吼。一般来讲，通常吼，若是患者有考虑要做适合做，阮会摕即个表来对。我看这有这28，这28项中的其中一项无。那其中有诶话可能会甲患者讲，你做这通血路诶时吼，出血机会较悬，可能较无适合，个袂当做啦吼。做通血路时毋是万能啦吼，其实注刷了后，其实足大一部分患者嘛有可能做无通、做袂通吼。但是甲传统用食比较起来，好处已经加足济啊吼。根据美国诶这个研究吼，中风3个月以内，你若有接受过即种通血路去让伊诶血栓癌即种治疗吼，会增加13%复原诶机会啦吼，就1/3的患者会互你做通啊会好起来啦吼。但是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付出的代价就是增加6%的机会容易脑出血啦吼，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我来去严格去选择适合的患者，才会甲伊做通血路的时。好超过3点钟来做，产生脑出血的机会就增加啦，所以毋知头拄仔讲4点半钟以来做是上适合的，因为时间愈久，譬如讲以这个红色的医来讲吼，你若到6点钟勉强去做的话，脑出血的机会就增加变做14%。
所以阮拢安怎甲民众讲，阮爱增加即种会当有机会组织通会落时啊，是一个上重要的是，阮爱去教育民众如何去了解脑中风的症头是啥物啦吼。我头拄仔有讲一部分脑中风的症头，互民众有当发现家己发生中风而且发生了后，赶紧来病院。有少阿公阿嬷吼，我们台南嘛好训练嘛好，有少阿公阿嬷讲，比如讲骹手无力，拢会讲我困一下啦吼，我休息一下看会好无，袂好才来病院。但是袂好才来病院，常常会超过阮会当做通话路的时黄金时机啦吼，所以尽量发生镜头就随来病院啦吼。而且佫一个最重要的，我嘛是，这是我即摆咧做的工作，我那会我那有咧教育即个消防员啦吼，伫迄发生咧医救现场的时阵，安怎去了解阮咧这叫救护车的民众可能是中风，甲遮个民众吼选出来，赶紧送去病院做治疗，这是一个阮的消防组会当做的代志啦吼。若憋火紧的脑出血，上重要的治疗是控制血压，尽量莫互血压变大吼。当然控制血压有诶一部分，咱讲出血量剩即个度吼，即个电脑断层来讲，伊诶白色范围较小，无遐尔大，个无适合去开刀，因为开刀产生诶副作用可能较大啦吼，较大啦吼。所以即种小出血是无需要开刀，单纯控制血压就可以啊吼。当然有较严重诶大出血吼，像阮即个度吼，即白色范围遐尔大，即基本上毋嘛敢控制血压。可能你爱手术去降伊脑压，才袂产生性命危险啊。所以出台中风会当考虑搁加上开刀的部分啊。即摆除了传统的食药啊、治的通血路的时候，为2015年开始吼，大概是民国105年开始，伫阮台湾有一个足新的治疗，叫做动脉的即个提血栓的即个手术啊吼，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吼，这是一个足新而且效果足好的治疗。有即个原因，最主要是伫2015年的时阵，有一个就是国际足有名的即个研究吼，来比较阮这青色的是阮新的即动脉的即提血栓的手术，正手边红色牵起来，这是较早我头拄介绍的通血路的时啊，阮伫急性期，若讲患者会当考虑做着即个动脉的提血栓的手术，甲阮传统去做通血路的时，我头仔讲通血路的时，差不多有1/3的患者会好嘛。你看比较起来，哇，青色牵起来即个数字，足明显进步的分数比红色牵起来即个范围加足好诶。所以你会发现，若讲患者选择较好，会当互伊去做即动脉的动脉的即提血栓的手术，病人复原的比例加足悬的吼，加足悬的。所以即摆变做是一个足重要的治疗方式。我们要安怎做吼？阮即摆现主时其实有即个医疗机械的进步啊，会当帮助阮的医生吼，甲阮的即个导管吼，穿去阮的脑部内底吼，甲阮这管啊穿去脑部内底，帮助迄阮脑部的血管、血栓啊，甲伊拍互通、拍互过。比如讲倒手边，这叫英文叫做 stent retriever 吼，伊就是甲阮一个筋啊，穿去脑部内底，甲即个血栓啊整合破，甲即个网啊拍互开，则扭出去，伊个甲阮这血栓啊扭出去体外吼，塌掉的血经个通啊。然后讲这手边这个叫做 penumbra 啦吼，因为叫 penumbra，敢若一个阮咧正磅空的机械共款，一个管啊伸去阮脑部血经内底，头前有一个正头，边仔有一个吸收的物件吼，伊一边拍一边拍，边仔佫一边吸一边去，甲阮拍互碎的，这个血栓啊吸出伊个身躯外口，结果甲血经最后个通啊吼。即种阮讲动脉的即个提血栓啊手术，其实大去影响着阮治疗的黄金时间啦吼。拄仔讲阮做通血路的时，阮一般来讲拢爱伫发生镜头4点半钟以内才会当考虑做。但是你若用即种动脉的提血栓的手术，时间会当延长到24小时以内吼。健保嘛有帮忙出咯吼，为健保即件代志无偌久尔，即件代志是为旧年底开始12月份开始，健保会当供应互阮中风开始的24小时以内来做即种动脉的提血栓的手术啦吼，所以是一个足新的进展啦吼。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即个案例啦吼，这是阮2019年一个患者啦吼，伊个叫车送来吼，叫车送来忽然间伊只手无力，感觉异常啦吼，目睭看无啥有，发作的时间阮急诊的即个即个记录是6点钟以内发生的吼，所以会当考虑做急性的治疗吼。阮会写吼，啥物时阵发现的？
7月26号暗时啊7点发生的，最后一个正常的时间吼，7月26号暗时啊7点，所以伊是随发生随来急诊吼，所以时间点是抓较足暗的，抓较足好的，随来急诊我会随处理。这是阮一个评估中风的另外一个表啦吼，会当看这个分数来判断伊中风的这个严重程度。这个病人分数是21分，其实是足悬的啦吼。一般阮讲6分以内算小中风啦，伊个分数到21分算是严重的大中风啊吼。即种一般以我经验来讲吼，只要血筋无拍互通，大概是真正是1/3的机会上严重的1/3个占中一世人拢需要人家照顾啦吼。来去即个电脑断线过，我荏即个画面顶悬看的吼，就是无看到触发，看起来无看到白白物件嘛，无看到特别反乌啦吼，所以大概有镜头看起来是中风，既然毋是触发，就是脱血筋的，所以大概会当知影伊是属于脱血筋的中风。适合做通话录写，所以当时是有做通话录写。但是因为我头先讲，阮即摆有较新的技术，阮会当用动脉的提血栓的手术来评估伊适合做。所以即摆有一寡较新的工具，会当去评估伊脑部血筋到底塌伫倒位。这是一种脑部血流的检查，伊会当知影血流流的速度。伫阮图顶悬看到，倒手柄，伫画面上正手柄啊，迄其实是倒脑。伫阮画面上的这个正手柄，这红红红的这所在，就是阮血流的速度较慢的所在。所以当知影阮的这个血吼到遮速度变慢啊，所以塌掉的脑部塌掉的哇，大概遐尼啊大啦吼，遐尼啊大，甚至阮即摆 AI 的科技会当去算出伊塌的范围偌大。即摆吼直接会甲你算出来吼，伊即摆遮塌掉范围，我讲会当救的脑细胞有143cc 啦吼，130cc 有济无？非常济哦。阮的人脑吼，规粒人脑的这个量吼大小差不多是500到700cc 尔。你若有法度甲这143cc 记录倒来吼，对伊脑部的恢复是有足大的帮助。吼，颠倒过来讲哈，143cc 拢嘛插伊最后完全塌死吼，伊可能就真正一世人啊倒眠床吼。所以阮阁有机会甲这143cc 的这个脑部的细胞甲伊救倒来。但是第二个部分问题来啊。阮要去通伊的血路，要用动脉血栓的这手术去摕血栓出来，阮哪知影到底塌伫倒位？所以即摆阁有一寡脑部的电脑断层的血筋检查，会当甲这个脑部血筋甲伊翕出来，会当知影伊塌伫倒位。像即个图知影伫即边正手边即条血筋，哇，足顺的，一直到头壳顶拢无问题。倒手边即条血筋个知影到即边，哇，才甲转去啊！吼，镜头遮画即个所在个转去啊，后壁的血个无出来。所以阮知影。阮若要救伊的脑细胞，阮爱为倒手边的血筋入去，甲会到知影阮发生问题的所在，去甲伊血筋拍互通啊吼。好，所以就入去开刀房啊吼，入去开刀房来做这个动脉提血栓的手术。倒手边这个图，阮会当看，哇，这是动脉提血栓啊进行的手术。阮这拍这个药仔入去吼，注这个药仔看有变乌无吼，变乌代表血有过啦吼。你会看注，阮药仔到遮佫无过啊，即边后壁顶悬全部血筋拢无出来，敢下骹条即条血筋有出来。阮知影遮塌掉的啊，所以阮机械弄到遮甲即边的血栓拍互水吸出来，吸出来了后，阮佫注一解药啊，你会发现哇，足明显的，规个血筋全部拢出来了。足明显哦，即个患者我印象足深的吼。伊入去开刀房进前，应该是我会记得是正手边完全袂叮当，吼，这边完全袂叮当。这动脉提血栓的手术做煞出开刀房的时阵，全部好起来，骹手拢会叮当，会行会走会讲话。最后伊出院的分数，头拄仔讲着伊来急诊的时阵是21分足悬的，最后伊出院的分数加1分，完全恢复正常，嘛会当转去伊的这个。伊的即个公司做工课完全无问题，所以对伊的即个生活品质改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啦吼。所以即摆有已经有即个足新的技术会当帮患者做足紧急的治疗吼。对较早传统比较起来，即中风即个治疗进步足济，毋是像较早讲哇中风个无药医啊无。就一世人乌有啊，其实毋是安尼啦吼。所以最后一个结论，我用一个死句点仔来讲啊，这家己写的啦，可能无可能无讲介水啦，不过大家会晓听看觅吼。其实中风毋通惊啦吼，因为即摆治疗方法就新诶，有足侪足新诶科技，甚至会当用手术诶方式来治疗中风。塌掉嘛是哦，毋通甲出血哦。一个足重要诶观念，赶紧上重要，因为遮个赶紧的新的治疗方式，拢有一定的黄金时机，毋管是4点半钟嘛好，24小时嘛好，中风赶紧来病院，才有法度做紧急治疗。你厝诶看无好，才来往个袂赴啊。
啊，除了即个赶紧来病以外，平常时无中风一定爱会记诶，预防啦吼，预防嘛爱做啦吼，你无预防发生中风才来处理，毋是逐个运气遐尔啊好啦吼。所以讲中风毋通惊啦吼，治疗方法新啦吼，赶紧上重要，预防嘛是爱做啦吼，嘛是爱做。最后一部分来介绍一个我甲台语诶关系啦吼。我本身其实是住台中啦吼，较早我出世诶时阵是，迄个时阵较算台中县啦吼，算丰原啦吼。我本身甲云林嘛有地缘关系啦吼，因为阮妈妈是云林诶仑背人啦，所以我阿公阿嬷即摆嘛，阿公因过身啊，不阿嬷本身佫住伫仑背啦吼。出世了后就住伫台中吼，基本上我伫台中算是台语诶原生家庭啦吼。爸爸妈妈甲我当时诶来公阿嬷基本上咧讲话。咧参详拢是用台语咧讲啦吼，虽然对我嘛讲台语，但是我迄个时阵是无特别学，但是因为我听阮爸爸妈妈甲阿公妈讲话，加加减减我就知影伊咧讲啥。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我即嘛阮兜嘛拄着问题，就是读书了读册了去国校了吼，因为同学老师拢甲你讲国语吼华语啦吼，讲华语了台语常常无会用，无会用个袂顺，讲袂顺个愈来愈无爱讲安尼。伫我大学去台北读册了，搁较惨，因为外出去生活，台北讲台语会坦白讲，即个我迄个年代真正是足少诶，吼，同学之间几乎无咧讲台语，所以我用有够惨来形容吼。迄个时阵到大学诶时阵，讲台语是非常无练转啦吼。但是大概15当进前，我来新台做工课了后吼，个有一个足大诶变化，因为我行神经科。神经科甲我重新学台语，为虾米？一个最重要目的。大家有来神经科的门诊就知影，阮神经科的门诊中辈足济，非常济。伫我门诊的患者80岁以上是足接看到，罕的80岁以下，足济阿公阿嬷你一定爱甲伊讲台语才有法度甲伊参详你无讲台语伊听无，伊讲的台语听无，无法度医吼。所以台语对我来讲是一个互相参详交陪伴暖的一个工具吼，而且嘛是一个学习最重要的工具。为虾米？阮神经科医师要考专科医师吼，必须要甲病人直接面对面的即个参详，甲伊问伊的镜头，才会当知影发生啥物款的病，必须要甲伊诊断出来，我才会过关。蛮不离我考试的迄天咧，若伫甲即个患者敢若会晓讲台语，我袂晓讲台语即声个乌有去你个无法度诊断，你的考试个袂过，所以学习是一个足重要代志。变主治医师了趁钱啦吼，门诊吼，我即摆伫门诊讲话的时间吼，差不多一半以上拢用台语啦吼，一半以上用台语。患者入来拍招呼，一定是用台语先拍招呼，因为大部分讲台语的患者较济，因为长辈较济的原因。搁来生活啦吼，我感觉生活足重要的吼，因为台语即摆吼无一个正式的即个系统来学台语，所以变做我想要我后一代，我的查某囝，我的后生想要学台语，我希望我生活当中用台语开始。所以迄个时阵，我甲我太太讨论讲，阮的囡仔出世之前，阮个想好，阮要来建立一个台语的家庭。其实嘛无特别做啥物，就是为我甲太太先做起，平常时厝内拢讲台语，阮嘛无特别甲伊讲。就是出生了后要讲台语拢啥物要参详，拢全部用台语讲，所以其实嘛无特别甲伊自然个会晓台语会晓台语吼。逐个会问讲哇即声为细汉开始学台语，去学校会对袂着无？我即摆我的查某囝已经6岁我的后生已经8岁伊即摆已经咧开始咧读册读国华嘛年其实以我的经验来讲吼，入去即个学校学华语完全无问题呢，完全无足顺利的，袂讲因为你细汉敢若会讲台语，国甲人即个参详交陪有问题这困扰是无拄着啦吼，目前是无拄着。颠倒是即摆有拄过一寡问题，头一个就是讲我家己本身嘛拄着，较读册了较无爱讲台语，为虾米？因为用的人少，头内个人拢无会用，久了伊个无爱讲。无爱讲我嘛足困扰的，虽然伊听有，但是佮甲你用华语甲你回答，我即个部分是足歹去克服的。即摆阮咧个咧足骨力来处理即件代志。第二个部分，这是我较见笑的部分吼，这兴趣比我较厉害吼，因为我本身是台语的原生家庭吼，所以基本上台语对我来讲我听有嘛会晓讲，所以我基本上个较无迄个
动机去学这个台罗文，然后学较少，所以台罗文基本上我会晓看有，但是要写我目前还有淡薄仔困难啦吼。第三个部分有拄着一寡困难，就是专业上的专业顶悬的即个参详啦。有一寡医学的名词吼，坦白讲用台语无啥好翻译哦。譬如讲，阮科我有另外一个专门咧看帕金森氏症啦吼，帕金森氏症台语就歹讲，有人讲帕金森，有一种荷尔蒙叫多巴胺要翻台语，我是不是嘛拄着一寡困难啦吼，所以伫专业医学顶悬的沟通有当时啊吼，即个参详有当时会无啥好用甲台语啦吼。最后一个是有一寡新的即个名词会对袂着吼，即摆日新月异有一寡新的名词吼，台语无法度讲，你必须要嘛是要讲华语，甚至也是用英文才有法度去甲患者去参详啦吼，这是我目前拄着的困扰啦吼。我甲性格嘛实在15档，应该15档啊，或者较久无吼。我就欢喜会当拄着伊的，嘛有即个机会甲伊开始一寡台语的接触啦，我感觉是一个彼此就有缘分的啦吼。好，我今日演讲到这，毋知大家有啥问题无？即摆有一个问题，就是有老话伫遮啦，讲这是阮病院张医师张友伦医师，伊是动症科的医师啦。伊讲伫新的治疗之下，这 NIHSS score 甲病人的 disability，就是伊甲伊的适龄啦，敢有是一个正比的关系？有，应该是说个治疗了，你即摆较新的治疗讲动脉的这体会生涯手术，一般来讲，阮咧讲 NIHS 的 disability score 吼，一般来讲，阮遐爱去算体会生涯手术了后的即个分数。比如讲，我头拄仔伊患者一开始来是21分，伊做手术完了后是变1分，那变1分的话，要卖的即个 disability，阮讲 MRS 的 score 会较低啊，会较低。所以甲伊一开始的来急诊的分数无关系，但是甲伊做线治疗的分数有关系。好，真多谢啊！上尾我嘛回应一下，因为共款做一个台语家庭啦。我感觉我的囡仔当然还无遐尼大汉，拢还未上小学，一个4岁，一个2岁。目前伊还伫咧可能因为中二应用力较无遐尼大，所以因至少伫厝也是100%咧讲台语。我是感觉第一就是台语意识是上重要，因为以后一定会面对去学校，伊会感觉讲这学校较无人咧讲，也是讲教科书拢毋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其实互伊认同讲即个语就是甲咱的民族、甲咱的即个族群有关系，这是有一个感情的语言，爸母拢是讲台语的，互伊认同了后，才有可能以后会继续讲。当然伫即个状况之下，咱嘛是爱豆仔同齐来创造一个台语的环境，像讲有诶活动用台语办啊，有诶所在爱互伊愈来愈出现较侪台语的物件。当然这是较远的一个目标啦，就像讲实在，咱应该要有一个台语的学校，当然即摆要做会到，真实是较困难。毋过嘛鼓励大家讲，若是你有咧讲台语，其实咱袂当干那，互即个语言是一个口语的语言，作为语言拢会当写出来，你也要平会当写字，所以以后才会感觉即个语言是有路用的，伊袂感觉讲我干那用讲我要写的时阵，我都无法度，就爱当做用华语写，就爱用英语写，我讲啥物我都有法度讲。即个语言写出来，伊就感觉我有路用，我会当用即个写一篇文章，这是会使。搁一个就是要安怎互即个语言较有路用，可能就是经济方面拢爱做伙来法规啦，像讲是毋是倒一个传统区域是讲台语的迄公务员，你应该会晓台语啊，教育啊，甲像讲咱会当互台语人有较侪机会无？像讲咱咧评，像讲我就咧想讲，像讲毋管是婚姻嘛是台南，传统是咧讲台语，即个所在你要聘一个工作人员来做代志的时阵，咱敢有要求讲伊也会晓讲台语，若是无可能伊就讲无差我袂晓讲台语，我来嘛袂安怎，所以真侪人来做工课的时阵，伊拢甚至是有人台语无啥会认同，需要人甲伊斗翻译的，这就足奇怪的。
现在有要求讲伊爱啥物英语爱我会晓，那其实讲英语的机会嘛无介济。我最后一个是我分享最后一个，我最近一个发生，其实细汉时阵知影，最近我才佫想起来啦吼，因为阮后生8岁，即摆是讲无讲伊讲台语啊，伊是会听阮，但是最近拄啊华语咧学咧写迄的白字旁的的跟赤字旁的的，我毋知影大家有注意无吼？华语的念起来都是的，但是台语的音完全无共款。我个教伊嘛分辨。又开始讲台语，大家注意看觅，你若讲台语念吼，若讲赤字旁的迄个的吼，一定是甲，讲台语一定是甲，走甲足紧，食甲足紧，看了足远，就是看甲足远，都是甲的音。所以伊当时写伊的时阵，伊毋知影白字，伊毋知影写白字旁的的还是赤字旁的的，我个甲伊讲，你念台语个知影要写倒一个。颠倒过来讲，白字旁迄个的，大家有兴趣的，咱念看觅，一定是 A。我的车，你的笔，我的妈妈，你的爸爸，用台语念起来就是白字旁的的，这就趣味的这个现象，用台语有法度区分啊。我最近开始甲伊讲，伊发现伊写到的机会够较悬啊，会当甲大家分享这个有趣味的所在啦吼。真多谢今日林秘书的分享啊，咱时间嘛差不多啊，所以即摆咱就讲到这吼，多谢大家做伙来参加。那多谢大家，多谢邢家的邀请。好，来拜拜。拜拜。